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腾讯新闻刊登一篇文章，关于恒大的，叫最新进展，恒大系42人被起诉，许家印迎来大结局，打了个问号，说3月8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做最高检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到了2024年检察机关起诉金融诈骗、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2.5万人。最高检指导广东、北京等地检察机关对恒大系案件42人、中植系案件49人审查起诉。这个报告比较重磅，透露了很多信息。第一个是恒大系被抓的人数多达42人。之前我记得官方公开报道，恒大被抓的高管也就几个人，一个是徐老板自己在登缝纫机，还有个他的儿子叫许腾鹤，恒大财富的那个总经理杜亮，恒大汽车的总裁刘永灼，还有这几个都报道了。另外，恒大前 CFO 潘大荣，恒大物业集团前董事长，恒大前总裁朱家林等人都被带走调查。那现在媒体报道有42个人被审查起诉，那恐怕恒大财富的一些区域高管恐怕也抓了不少，恒大在国内的这些各个地方的区域公司董事长恐怕也有被抓的，这个涉及的范围还比较广，一下抓了42个人。那第二个，2024年已经审查起诉，也就是案件进入调查结束，这个检察机关已经调查结束，马上就移送法院了，进行起诉了，那就等着法院什么时候开庭审理判决，估计恐怕2025下半年应该会有结果。第三个，这个案件只有最高检指导广东检察机关办理，你看不是广东省自己办的，是最高检指导下，那说明这个事情非常重视，它的规格还不一样。那第四个，许老板是不是迎来了大结局？这个还言之过早，因为恒大财富只是许老板的他的一部分。那这次检察院起诉42个人，主要是涉及恒大财富、非法集资、非息这一块，是金融案件。许老板的问题还多，还有保交楼，还有什么财务造假，也是移送司法。只是案件一点一点的审，是不是在这过程中还查到了许老板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个也得等官方最终的调查结果。大家有没有发现，许老板在5年前还有自己的一个石碑叫流芳百世，说许老板以前喝酒最喜欢问下属的一句话，就是我能不能流芳百世？这一下比较麻烦了，不敢说遗臭万年，那肯定是祸及子孙。他儿子都已经被逮了，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上高楼，眼看他摔下来，眼看他楼塌了。他的前妻丁玉梅现在是全球债权人，美元债的债权人，在全球追他的资产，要掘地3尺，把他藏的钱找出来。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曾经的首富，这个相当于给他财产清零，忙忙碌碌到头来到底图什么？难道就是图这个监狱里面的伙食清淡健康，监狱里的生活作息规律，有利于身体健康？最近两会关于楼市的很多说法政策也非常多，让我们看看这个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表示，他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房地产工作琢磨颇多，稳住楼市股市，更大力度促进楼市股市健康发展，好房子等首次被写入报告。稳住楼市股市也事关老百姓资产，事关经济稳定，已经成为一场必须要打赢的战役。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非常明显的在加快企稳步伐，一段时间内波动仍然不可避免，局部一些麻烦还会出现，但是市场总体而言会越来越趋向健康向上，以企稳为主导，以看得非常清楚。贾康表示专家说的话比较艺术，说的这是房地产还是以企稳为主导。那言下之意没有说要炒房，也没有说房价要涨，企稳不能跌，那暴涨那涨这也不稳。专家说局部一些麻烦还会出现，也就是说企稳也不是一帆风顺。但是专家说目前楼市总体上是企稳主导，也就是稳住了不跌了，这个我觉得值得商榷，还要进一步观察，不要轻信专家或者什么机构的说法，毕竟专家机构学者他不会为你担责任的，你要买了房子你是自己担责任。这个好房子要盖好房子，这个当然是好事，我们希望房地产的质量，我们住房的质量要越来越好。好房子这个提法没问题。有记者3月8号就是采访政协委员甄子丹，就是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说有媒体采访全国政协委员甄子丹，问他说你觉得什么样的房子是好房子？甄子丹回答，他说好房子定义应该是房间要舒适
要安全，还有就是不要太贵，老百姓可以买得起。你看啊，甄子丹作为一个演员，他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人家说的话就是接地气，对吧？这好房子，一安全舒适，更重要的是老百姓买得起，就这一条你能不能做得到？你的房价那么高，老百姓买不起，你再好的房子有什么用？给谁住？人家说的是非常接地气，非常直接，不要搞那些虚头巴脑的概念，你换个概念包装一下，韭菜就要掏更多的钱去买，对吧？这个事情很多，去年年底突然来一波什么叫什么按使用面积算是吧？什么废除什么公摊面积，什么按套内面积算，不就是偷换一个概念？还是希望换一个说法，让韭菜赶紧买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会长、研究员柴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说是否取消公摊面积对购房者来说并无实际影响，就像买花生带不带壳一样，只买花生米是一个价，买带壳的花生是另外一个价。问题是就这么浅显的道理，还有很多专家学者在里面搅浑水，在里面煽动那些韭菜不明所以，以为一宣传取消公摊面积好像他占便宜了。我告诉你，一直反对炒作取消公摊面积，为什么？因为你公摊面积搞了30年，大家还没整明白，你还在囫囵吞枣糊里糊涂的，现在你给他取消了，取消问题是直接导致你房价上涨。那个时候中介媒体开始宣传房价涨了，又在制造焦虑，实际上房价没有，只不过是你带壳卖花生便宜点，你卖花生米那肯定得贵一点，到时候媒体一渲染，你看看花生涨价了啊，你这么花生涨价涨到你买不起为止，你看看也有很多人焦虑焦躁，赶紧去借钱贷款买房，不就是起这么个作用吗？很多专家学者在里面就是故意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坏。这个公摊面积实际上我们要求它公开透明，你这个房子公摊到底是多少，摊在哪，收费是怎么收的，你要求公开透明，要求数据准确，不能稀里糊涂的，羊毛只会出在羊身上，不会出在狗身上，一定要记住了。有人说公摊面积没有，取消公摊，那我这个公摊的物业费就不用交啊？那你想的太简单了，那个物业费你不掏他不掏谁掏啊？政府掏什么？开发商掏什么？物业公司掏什么？所以说有很多专家所谓的学者，他就在里面推波助澜，天天鼓吹取消公摊面积，无非就是在掀一轮炒房热潮。关于房地产怎么稳住，这个住建部部长说坚决稳住楼市，态度很坚硬，说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坚决稳住楼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房地产的问题，如果你按房地产的思路来解决不了了，不知道大家理解不，对吧？它折射的是一个经济问题。我每天都谈一期房地产节目，实际上谈房地产是为了谈经济，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个房地产上下游它在 GDP 中占比还是最大的一份，它就直接关系到经济好坏，这个不用怀疑，不管它是朝阳行业还是夕阳行业，它目前影响力是最大的。所以说房地产的问题实际上是经济问题，但是你如果像现在说经济低迷，今天是不是统计局公布了 CPI 和 PPI， 无论是同比环比双下降，虽然说解释成是因为受春节因素影响，但是就算春节有那么一点影响，那总不能全是春节因素吧？拉不出屎怪地球引力，实际上反映的是通缩，反映的是韭菜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就这么简单。白岩松在这个会议上也是两回人嘛，说的他经常去的北京的餐馆，人均130、140的餐馆现在都黄了，全部改头换面成了人均30、40的餐馆，这不就是消费降级吗？连北京都在消费降级，对吧？北京规模以上的这个餐饮企业都在赔钱，2024年都不赚钱。北京的宝马 5S 店都关门，就是连北京这样的地方消费都在降级。你说1、2份，对吧？2月份的 CPI 下降有什么好遮掩的？就是反映了大家勒紧裤腰带，能不消费就不消费。所以你看房地产的问题，你住建部解决表态，只能说你这态度很坚定，决心很坚定，有什么作用，能不能解决，大家心里都有数。因为它已经不是房地产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那经济的问题，你就经济来说能解决，它是人心的问题，是大家的预期，大家的信心，是那些致富小能手，是那些企业致富带头人，那些民营企业企业家有钱人，他们信心足不足的问题。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把钱变成美元，然后远走高飞。那你说对吧？有钱的有能力的都跑了，最后留下穷鬼杀恶鬼，好得了吗？所以说你看它又不是经济问题。所以你说住建部部长说什么重要吗？只能是表决心。同样你看新浪财经报道还是住建部部长，他说2000年以前建成的城市老旧小区都要纳入城市更新改造范围。3月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在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表示将下功夫实施一批惠民生、促发展、防风险的城市更新项目。在民生类方面，把2000年
以前建成的城市老旧小区都要纳入城市更新改造范围，因地制宜实施改造，鼓励地方探索居民自主改造老旧住宅。城中村改造现在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地级以及以上城市，下一步要继续扩大改造范围，大力推进完整社区建设，重点聚焦一小一老，完善无障碍适老化配套设施、政府托育服务设施、儿童活动场地等建设。这个就是说把2000年以前盖的老旧小区全部列入城市更新的范围。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好事应该干。因为2000年以前盖的房子，这老旧小区无论是配套设施还是说设计，对吧？恐怕都已经非常陈旧，有的楼实际上都不适合人住，应该更新。但问题是谁出钱？它里面也体现了，也说了鼓励地方探索居民自主改造老旧小区，也就是这些业主你们自主改造，你们出钱呗，不就这意思吗？改造是好事吗？就是谁掏钱？如果是政府掏钱，那政府钱从哪儿来？知道为什么过去拆迁吗？城中村拆迁是因为地价在涨，楼价在涨。城中村因为它是低密度嘛，所以把你们的房子一拆，容积率给它搞成2，一栋房子盖38层，你说说一下多出多少套房子出来，然后房价还在涨。城中村改造那是赚钱的嘛，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各个城市都愿意干。我好像给大家说过，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就住在大裤衩那儿住过。大裤衩那个地方以前应该是什么北京什么房地产的家属楼，好像有一共3、4个高楼塔楼，后来是要盖大裤衩，塔楼就要拆掉。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些小平房，拆了之后盖塔楼，后来塔楼盖完了之后没多少年又拆掉盖大裤衩。我租的那个房东，他就是因为拆迁开成恐怕是财富自由吧。他以前在那个针织厂那纺织厂就好像有个什么一共7、8平的小房子，他跟他老公俩人分的。然后他爸好像是纺织厂的也是老职工，有个宿舍，他就靠这2个拆迁，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他这种叫什么钉子户，死活就不拆。别人要赔1套房，他非要2套；别人赔的是2室1厅，他非要3室1厅，就这种。总之再通过拆迁，他在那儿搞了好像是3、4套房，什么概念？为什么就这么要？人家还要拆，就是因为赚钱，给他4套房，人家拆迁的开发商也不赔钱，政府只是少赚一点，开发商也少赚一点。所以说，你把2000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给它更新，我觉得是好事。问题是钱最终谁来买单，对吧？房价在下跌，谁愿意买单呢？如果你说现在房价3年翻1倍，那估计愿意掏钱的人就多了，大家都抢着掏钱。关于房地产到底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个UP主专门做法拍房的，他在北京做法拍房，叫老段说北京法拍房，大家看视频啊。房地产的红利消失，那些靠它发家的人还好吗？你们还记不记得以前房地产简直就是印钞机，好多从农村出来的打工人首选的都是进建筑公司。那个时候县城里面到处都是工地，机器哐哐的，塔吊呢转个不停，新的楼盘呢就像比赛一样，一栋接着一栋的冒出来。不管你是工地干活的工人，还是售楼处卖楼的销售，又或者说你给工地送材料的小老板，只要是跟着房地产这波红利，都能挣上一笔。而开发商呢，在县城里边就更厉害了，不管走到哪都有人捧着，豪车呢每天开着，大别墅住着，那叫一个风光。但你再看看现在，你要是给别人说你是干房地产的，别人都不拿正眼瞧你，为啥？城市里的楼都盖得差不多了，总不能把好好楼拆了再重新盖吧？就算是有新楼盖出来了，你卖给谁？现在人口增长越来越慢，家家户户呢基本上都有房子住，刚需呢少得可怜。想投资房子的人呢都变得小心了，房子呢早就不是以前那个一开盘就被抢光的时候了。以前靠房地产发家的那些人啊，现在呢过的那叫一个惨。开发商手里积压了一大堆的房子，根本卖不出去，资金链也断了，有很多的小老板呀、小的开发商呀也快撑不住了，到处找钱。那些以前给工地送沙石的小老板，生意呢也冷冷清清的，以前一天跑好几趟给工地送货，忙的呢脚都不沾地，现在呢一周能有1单生意就谢天谢地的。整个房地产行业啊处于下沉的情况，以前轻轻松松盖楼卖楼就能成大款的日子呢，已经彻底成为过去式了。而现实就这么残酷，行业不行了，大家都跟着倒霉。他说的目前房地产一个真实情况，哀声一片，但是一遍却说已经企稳了。你说找谁说理去？经常在媒体上看到鹤岗的房子2、3万一套，白菜价。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像鹤岗一样，排名不分先后，比如山东的乳山银滩，云南的个旧，广西的北海，四川的攀枝花，京津新城就是北京和天津，江苏的启东那儿不就有一个很大的什么一个超大的项目，海上威尼斯，广东的肇庆，还有这个什么好像湖南、辽宁的阜新，还有河北的张家口，全国大大小小
10几个鬼城都已经陷入10万买套房的地步，也就是花10万你就在那可以买套房。这地方其实不差，江苏启东、广东肇庆，它不是那种特别穷的地方，穷的叮当响。广西的北海，但是你房价10万买套房。最后我们再看篇文章，又是比较凄惨的。网上有网友发了一篇关于他买房的经历，一招不慎，半生白忙。他说啊，26岁因为人生的第一套房子亏掉了140万。2024年冬至，凛冽的寒风跟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做了告别，站在中庭水系吹了很久的风，还是很不争气的哭了。21年2月，宁波楼市还是很火爆，爸妈想给23岁刚本科毕业的我安全感，在宁波新房的限购下，摇号到了这套期房，2万出头的单价，182万的总价，首付60万，贷款了122万。22年我继续读研，每月我的爸爸都替我承担着9000左右的月供，当时的利息还比较高，5.6%。就这样坚持了3年的时间，直到今年房贷在7300左右，房子在23年6月交付，当时距离开盘价2万已经跌了5000一平的单价，新房1.5万单价，就是交房的时候就已经2万跌到1万5。24年12月，我和爸爸妈妈拿着房产证去银行咨询抵押，这套房子的市场评估价只剩下82万，楼盘还在售新房，同户型面积，正常楼层，价格是90万。说辛辛苦苦还了3年的贷款，还欠银行114万，这套房子成了资不抵债的负资产。3年里，我们一直抱着自住的心理，从没想过要卖掉它，所以很可笑的没在乎涨跌，只安安心心的还着月供，直到今年下半年暴风式的拦腰跌停，2个月的交心和无法安睡，我们最终决定把它卖掉。昨天77万成交了，没满2年，包完增值税5万和付掉中介费，还剩下71万左右，算上3年的利息20万和契税、维修金、物业费，一套房子总共亏损了140万，卖掉还倒欠银行40多万。说普通人真的太难了，也不是炒房，只是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却落着这样的下场。也会有人说啊，自住那你就留着，管它涨跌，可是它已经是负资产了，3年跌了100万，资不抵债，我还要还着高昂的利息，去等一个虚无缥缈的机会涨回来吗？横盘就意味着还在跌，如果3年后我用70万的价格买回来，持有3年的利息，是不是又是我的亏损？所以都是资不抵债的房产自住能砍下去就是个笑话。他说昨晚签约成功，一个19岁的小姑娘和妈妈接棒了他们首付了15%，用12万的价格持有了它，77万的总价，约等于3年前我的首付。他说在签约中心，小姑娘拿着我的房产证在看，她的妈妈指着上面的名字说，其他的不变，把名字换成你的，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他们的笑容充满希冀，眼睛亮晶晶的，我有点恍惚，但是我恭喜他们，多付的6个月物业费也送给他们了。中介说啊，反正你都亏那么多了，不要纠结那1000多块钱。我真的在苦笑，说时代造就了这一切，一片尘埃落在普通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我们没有踩准节点，只能咽下苦水，接下债务化债，尘埃落定，不去想了，都是虚无。他这个说法不对啊，不管是自住还是你是投资，甚至你是炒房，你买房子是要根据自己的抗风险能力，你加杠杆买房，你就是自住加杠杆买，这个本身就是风险非常大，当然收益也大呀。如果是房价涨了1倍，你只掏了几十万，你就赚了几百万，这个时候又何等的快活，高风险高收益。因为很多人买房子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在加杠杆，比炒股还严重。股是没有杠杆，你100万就是100万，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们连炒股我们都反对，都不提倡。那你说房子是15%的首付，就是6倍杠杆，将近你拿你拿15万，你就有了100万，用100万去炒，100万的波动，对吧？这加了杠杆，本身对很多底层的韭菜或者收入高的不是太稳定的人，这个风险就巨大。如果房价在上涨的时候，那么你就赚钱，你就嗨了；如果房价下跌，你就爆仓。就像这个姑娘一样，最终房子卖掉了，还欠银行40万，整个的她亏了140万。那对那个19岁接手的那个小姑娘来说，她是15%的首付买的，是福是祸，这可不好说。悲剧很有可能再一次重演。自住，那你不要加杠杆。最次是什么？最次是你买了房之后，如果3年没有工作，你都能扛得住，那你再考虑买，否则不要买。自住，如果你说这房子一共100万，我有100万，那你就买，有什么好说的？虽然它价格跌了，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时间也在流逝，早买早享受。你是刚需房，你有钱，你为什么不买？买了虽然价格下跌，但是你也住了，你不买房，等你老了那100万准备给谁？准备
来为国做贡献什么，你还不如自己享受享受，这个性质不一样。所以我一直说，买不买房是你个人的，实际上跟你的抗风险的直接相关。我一直拿胡一金老师举例子，那河北大厂买那房子，怎么那房价估计是膝盖涨，你别说脚踝涨，但是不影响他该吃吃，该喝喝，该骂美帝骂美帝，对吧？该为俄爹洗地他就洗地，不影响。我也理解有很多人他是刚需，他就急着要买房，完了之后他就喜欢问别人能不能买，问那些什么中介啊卖房子的，就容易上别人的当。其实你不要问别人，你先看看自己扛风险。你说我扛得住，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权衡。什么叫权衡？虽然我有100万，这房价也就100万，但是我也不想买了之后咣叽就跌到50万，这我对吧？那我想，如果你这种心态，那你就先等一等，因为现在房价也飙升，100万突然涨到150万，这种可能性没有，对吧？100万顶多涨到105万，那对你来说，你等几个月，无非就是损失5万，这是房价回暖而且还涨，这种情况有多少呢？所以说啊，韭菜买房看自己的抗风险能力，有钱刚需你就买早享受，没钱什么首付15%零首付那就算了吧，租房也可以，只要你给钱，房东不会把你赶走。现在房子不好租，现在也是买房市场，你有钱租房你也是大爷。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